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4月27公司台记台的暗新闻，我是陈怡真。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一则车祸消息。台中山路向上路6段，早起有一台货柜拖车，那像是挡啊歹去，落架挡袂落，直直冲，弄到21台汽车、机车甲铁马，造成11个人受伤。监视器翕到这只大车拖车速度真紧，物件压甲沿路拢是，司机一直骑喇叭也是停袂落来，一路一直弄落去。事故发生了，现场敢若互炸过共款，规道卡拢是塑胶半成品。原来这互弄到车，当时正伫停红灯，真侪车毁损真严重，也造成一人受伤。看到民众讲到事发当时的情形，也是感觉真恐怖。然后就听到轰隆一声，我们知道又有状况了。然后就看到一台车非常快的子母货车，就从前面这样到7、8的速度冲下去。台中山路向上路6段的真长的路行路段，27、10点外发生严重车祸，一台大车拖车敢若车动故障，一路一直出弄落去，总共弄到21台汽机车甲一台脚踏车，就连拄装好的区间测速条佫弄断去，总共造成11人轻重伤，其中9个人送病院，有一对老母甲查某囝伤势真严重。母亲的部分主要为左侧的肋骨多处骨折，合并气血胸。女儿的部分来讲，主要是头盖骨破裂。谢姓驾驶经酒测后，酒测值为0，无酒驾及肇逃情事。也这造成事故的大车拖车是出到高架桥顶才停落来，警方也甲这4线司机带转去调查，到底是安怎造成这事故的。不过这路段伫去年11月就发生2摆严重的车祸，甚至也甲这个区间测速条弄断去。根据警方统计，这路段去年区间测速到11月19，总共出地2852件。去年总共发生17件事故，今年到3月也有3件事故。不过，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认为，应该对其他方面来改善。它货运量如果真的就是那么大，设置说这个是货运专用道。如果你是载重车，那就让你一个特别低的速度去下坡，也经过这个刹车系统特殊强化过的车辆。台湾交通安全协会讲，就算有些执法的器材，未必然就法度解决交通公平面的问题。建议应该对车辆分流，也有车辆系统的强化，来防范这个事故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关心游览车的交通安全，为着要防止司机工作时间伤长、伤忝，造成车祸。交通部上近明年开始要要求游览车装机器，互驾驶旅客签到掌握工作时间。不过业者烦恼即阵都咧欠工，请无司机啊，搁爱装机器，成本会搁较悬。业者甲手机系统点开，就使知影游览车及时的位置、速度这资讯。游览车强制装 GPS 已经真侪年啊，不过有 GPS 无法掌握司机的工时。交通部去年7月有告修正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，要求游览车加装亲像路卡机这司机身份识别的设备，并且把资料传送到游览车客运动态资讯管理系统。以前你用10几个小时，他不会去重视。现在只要超过11个小时，他就知道超时的，他会补你加班费。对我们来讲这是正面的。不过你用了刷卡又增加我们很多的额外的负担。业者讲，欠司机已经和业界是头家摸咧收，设备装饰费用恐惊搁再增加业者的负担。相关规则原定6月实施，因为业界反对暂停，全国团是交通部上近顶半年发布，5月明年元旦实施。有司机认为，防止超时应该先对旅行业这边来约束。业者租用游览车的时候，他本身对于行程的损失，游览车业者或者是司机也好，我们也都是迫于无奈，因为行程上写你没有走完就违约嘛。学者讲，安尼做虽然对改善超时有帮助，不过若是无法落实执行，恐惊守法业者会拍面违法公司，让整体的成本都一起提高。如果执行的不够彻底的时候，比如说有一些大的业者，他可能就会守法，但他的成本反而是提高的。那些可能是走在法律边缘的这些业者，反而会有比较大的利益。游览车启动汽车甲国道护栏，造成重大死伤、超时、疲劳开车，造成事故不时发生。安怎改善？相关学界各有看法。公路局讲，有过期间所收集的意见，已经甲相关单位甲专家讨论，建议修正草案订报。交通部正依照程序伫办理法制作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美国宣布要扣对顶关税，咱台湾政府等咧谈判。
立法院跨党派访问团下暗嘛出发去美国，要针对关税议题，向美国表达咱台湾的心声。因应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关税政策，南方政府团队当地和美国进行谈判，也让立法院跨党派的访美团27也出发去美国进行外交游说。成员有国民党籍的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、立委张志伦、黄建和，民众党立委林义君，甲民进党的立委王定宇、区议员张雅玲，因会去拜会美国国会、行政部门甲地库等等。江启臣表示，访团会就关税议题向美国各界传达台湾产业甲民众的心声。业界也普遍有反映，就是说跟美国的产业能够有进一步的合作，然后在制造上分工。透过讯息的交流，希望帮助进行谈判的，不管是台湾政府跟美方的代表，能够促进更健康、更正向的谈判。赖总统李达和家人传统产业座谈的时也指出，甲美国参详的过程当中，南通会以争取降关税、扩大对美国投资甲采购、摆脱非关税贸易障碍、解决出口管制甲生产地等5个原则，也会列入各行业的相关意见，希望伫这届全球经贸的变动之下，台湾产业徛更较在布局全球。这次因应美国对等关税，我们不是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而已，我们希望借这次的挑战，能够找到台湾下一阶段的机会，所以我们目前也会积极的落实台湾中长期的经济发展计划。也若面对关税冲击甲美中贸易战的冲突，传出行政院当地规划要加投资台湾的3大方案的优惠措施，除了规划延长到2027年，也要调整资价要件，包含扩大全球的台商拢会当用，重点放伫5大信赖产业等等，并且建议提高融资优惠利率。调整中介技术人力协配比例，也有扩大产业园区的租金优惠，加当力头协助业者返来台湾生产，来强化本土的供应链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政治消息，南北两党上开刀抗议，国民党的主席朱立伦话要罢免总统赖清德，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嘛讲会发动弹劾，一定要让总统落台。不过民众党团表示，这党内爱阁讨论才会当表态。若民进党是认为这罢免总统无正当性，若是国民党咧乌白话，民进党袂对咧乱。不但立法院要提出罢免案，我们全民要发动罢免赖清德。正书真激动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将日伫开道集会当中发出520总统就职满1年了后，国民党团会提案罢免赖总统。党团总调鲍坤奇阁讲，也发动弹劾，要用尽一切手段，让赖总统落台。一定要提出罢免。我想国会的态度已经很清楚，全民的怒火在台湾各个角落都会展现出来。在野的这个力量足够2/3，这个罢免案才有可能成功。好，时势体大，最近台湾民众呢会进一步来讨论，做最后的一个定案。对罢免赖总统，民众党团表示这件代志真重大，该等待内部进一步的讨论。因为目前要罢免总统标准是真悬，要由全体立委1/4提议，而且经过全体立委2/3，也就是76席的同意了后，才会当成立。不过目前在野的席次干那62席，搁减14票。亲像前总统陈水扁任内，就摆4届互提案罢免，不过拢因为无达到标准，并无成案。国民党来启动的各项宪法的工具非常多，从倒阁被打脸，到现在的罢免赖总统，就后续还要讨论。但是就门槛上，应当也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，但我们都给予尊重。那至于傅崐萁还补了一脚，他说要弹劾赖总统。如果以宪法制度的设计，弹劾总统同样需要立法院2/3立委的同意，而且要移请宪法法庭来审理。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指出，在野提出倒来个罢免或者是弹劾总统，拢欠关度的社会正当性，这是颠倒变政治操作，民进党袂对立起空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南北两党昨上开道集会，所有听无华语的外国人去参加。有学者就怀疑，哪位郑正谦违法动员移工，要向检方告发。不过，郑正谦强调讲，来参加的拢是有身份证的外籍配偶，甲新住民的第2代，并无移工。请问可以接访你吗？伫
伫树立了凯道集会现场，向一寡伫国民党立委陈振琴无啊的民众要进行采访。访问的人敢听无国语，有时找一个敢若使用越南语的民众斗相共翻译，对方则用中文回答讲，受这哥哥传阮来。这段画面伫网络内流传，学者林志杰质疑陈振琴动员外籍移工上凯道，牵涉违法，要向检方来告发伊。动用外籍人士去参与选举罢免的造势、游行跟活动是违反选举罢免法的。那么同时，外籍的人士如果说今天没有经过许可去雇佣他，这个也是违反就业服务法。对着学者指控有参加集会新住民27下晡是到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交这个抗议书，抗议民进党歧视新住民，应该向新住民族群公开核实的，也要求林志杰撤回诉案指控。陈振琴办公室时发出声明讲，这个参加的人拢是自由参加的，活动因为如何，支持者甲服务团队吐无啊来滴。也强调，参加的人拢是有咱国身份证的外籍看守，也佫有新二代，无移工参加。国民党新北市党部也好任动员，强调这个所有参加的人拢是自由响应的。因为车辆比较紧张，没有办法参与。我们其实鼓励他们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自行前往。对，所以其实真的没有特别动员。就业服务法明文规定，移工来到台湾工作，是要申请工作许可，不能够去从事没有经过劳动部许可的工作项目。对着指控，劳动部强调，依据就服法的规定，头家袂使指派聘请移工来做许可范围以外工作，若属实，相当会使采取15万块的罚款，甚至废止这个聘请许可。也强调会加移民署到店来查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伊朗上大的港口日发生爆炸，上无造成14个人死亡，700多个人受伤。初步研判可能是港口货柜有装化学品引起爆炸着火。监视画面去到港口爆炸了后，建筑就放弃了。为了大到连监视器拢在海，在烟雾内底，港口的员工陆续惊吓走出来。伊朗的临海城市阿巴斯的沙希德拉贾伊港口，在当地日落中昼发生惊人的爆炸，了乌烟窜出来，强要打掉规个铁顶。向人员赶到现场抢救，在建筑内底搜寻搁活的人。初步调查，技术几台货柜不当储存化学物质，引起大火甲爆炸，亦搁影响着藏危险的化学物品，啊，搁较会烧起来物品的仓库，才会造成爆炸威力惊人。احتمال وجود مصدومان رو هم باز هم میدید یا خیر؟ احتمال داره تعداد مصدومین افزایش پیدا بکنه احتمال داره بله. 这个爆炸甲半径数公里范围内底建筑窗啊拢震破，连26公里以外拢会当感受到，嘛造成至少10多人死亡，数百人受伤。伊朗的官方媒体报道，这场爆炸的大火已经拖烧10几点钟，有可能进一步拖烧其他货柜。暂时航母之间省政府已经下令所有学校甲企业拜一是紧急停班停课，嘛全力抢救港口，避免拖烧到其他区域。国际新闻台是董朋友。镜头灯来到国内，真侪保养品内底拢有芦荟这种成分，不过若早出国可能会违规。台湾有一个去荷兰交换学生炸面膜器，内底有芦荟成分，违反当地入境的法规，罚款150欧元，下台票是6000块。因为大个国家检疫甲禁止的产品是无啥共款，要出国进前就要查好详细。出国佚佗一定要真注意当地入境的规范。有一位前往荷兰的交换生发文讲，伊早出国的面膜因为有对芦荟激出来的成分，伊违反荷兰入境的法规，互海关带到边境检查，是罚150欧元，大约是台票6000。没有听过哎。对啊，我们也都带面膜啊，很惊讶，真的很惊讶，有很多那种清凉的面膜都是有芦荟的啊。因为它不是明显的植物，它是已经变成成分，不会特别注意出国的成分啦。有人唔敢相信，有人表示了后出国会真注意物件的成分。旅游网像杰西大叔是提醒讲 ，CITES 强要订正的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，又个叫做华盛顿公约，对超过38700种的野生动植物提供无共程度的保护。那目前呢，所有的芦荟都列入公约保护当中，除了化妆品所使用的翠叶芦荟是唯一一个不受公约管制的品种。英文标示呢有没有完整的问，会影响到海关的判断，所以需要有完整标示翠叶芦荟的英文
学民才可以携带。欧盟的相关规定，那确实含芦荟的所有的萃取物，它的这个产品其实是禁止输入到欧盟里面的。不仅仅只是说这个面膜，包括含有芦荟的食品，完全都是禁止的。所以这里提醒我们的民众，大家特别注意。防检署也提醒讲，每一个国家检疫也是禁止输入的产品品项，拢无啥共款。入境进前一定要先查好去的国家相关的入境检疫规范，其他细节才袂加了钱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来关心天气，虽望今仔日好天出日头，不过明仔载阁要变天啊。中部以北要注意可能会单雷公上大雨，提醒乡亲出门就要下记日炸雨伞。早起出日头，未少人趁好天气到外口去散步。气象署讲，离7礼拜水气减少，各地拢是好天侪云。只有正方面的贵人北海岸、宜兰甲东部有短暂阵雨。严阁拜1、2、8天气要变天啊！受到另外一波方面异力的影响，到时阵中部以北有较大的雨势，也必须要注意有剧烈天气发生的机会。预计我们在明天的时候，锋面通过的时候，中部以北地区会有比较明显的短暂阵雨或雷雨，可能有较大雨势的情形。到时候也可能要留意有这种打雷，或者是有一点短延时强降雨的可能。气象署讲，这波方面移动速度真紧，到拜2、拜3就是2到30，方面远离，天气会阁比较好。严阁拜4、5月初1，如果方面接近台湾北部海面，水气会增加。午后局部短暂阵雨，也是雷雨机会。也让外界关心每年5、6月黄霜雨什么时阵来报道？有气象专家有估，应该是在5月下旬左右。透过一些梅雨指标的这个预测，看起来可能还是相对是比较晚，可能是落在这个5月25、26号之后。气象署提醒民众，未来1礼拜天气变化真急，民众出外时爱记早雨满雨伞。另外，日时气温虽然有较烧热，但过早暗较凉，日夜温差大，建议爱早衫裤来因应天气变化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既然有一便利店的店员发现有查某人摕几若张银行卡片要领钱，店员报警察抓到这个查某人，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。一个查某人伫宜兰某一间便利商店，一直用无同的信用卡领钱，警方接到店员通报，赶紧来调查。你自己的卡？信用的查某人，访问到尾仔了后，才承认家己是领钱的车手，而且是坐火车、客运车对高雄来。警方当场查扣4张的信用卡，送10分单一个，还佫22万外，不法的钱财证物。不要动，检查。也请大声叫4名的查甫人配合调查，因为依互被害人检举，涉嫌伫网络讲有香港房地产引导资，约被害人交超商来交300万块。伫交钱进前，被害人已经多摆汇款，警方缉捕了后，卖互来抓人。全案因违反诈欺罪、洗钱防治法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，移请宜兰地检署侦办。这2案嫌犯，警方全部依照诈欺罪罪嫌上班，也若复杂成果遮尔好，规公警方最近推出逼斩计划，民众这边成功检举诈骗的案件，就使得到5万块的奖金。这2件诈欺案的检举人拢符合资格，警方呼吁最近诈骗集团会假成功，会使分到真侪钱，欺骗少年车手去摕钱，未少民众就安尼互骗去做车手，呼吁各界斗阵来检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北的新庄较早是重要的港口，苏东市移民济，民间信仰嘛真丰富。这个也行50公尺，都会当看到一间庙。来看新庄的图书馆，都用台语导览，甲历史讲互大人囡仔知。常常听人咧讲，一府二鹿三艋舺，但是你敢有听过一府二鹿三新庄？在清朝康熙年间，新庄是上主要的重要港口，一直到嘉庆时期，新庄港的土沙开始堆积，历史大船驶袂入去，这也互车赢50吨的新庄港开始稀微，港口也互艋舺取代，才会变作一府二鹿三艋舺。台湾咱这边咧起厝的时阵，爱需要一寡石头啊，迄阵啊石头大部分拢是为大陆迄边送过来，大陆送过来要起厝，啥物拢爱石头，起庙拢爱石头啊。所以我咧想，迄阵啊一港差了500-600台的量。这是新庄图书馆举办的台语导览活动。导览员讲，300年前新庄港上发展的时，真侪移民对家己的故乡甲信仰也对咧查过来，所以伫咧新庄庙街顶面，平均每50公尺就一间庙。有广东人专门咧拜三山国王庙、光福宫、土地公庙、福德祠，也有福建人拜马
妈祖庙、自由宫和关圣帝君庙、五圣庙。这庙街哦，新庄街啊，这才是有影200-300年，应该大家来的路。来的街啊，就是伫遮。这个台机导览就是专门咧绍介新庄庙街。因为平常时伫厝里伤少讲啊，所以想讲带出来参加活动，然后加听加讲。为着囡仔听有，所以爸爸妈妈因阿公阿嬷拢是甲因讲。国语安尼，这个父母带囡仔来参加，望囡仔会当加听加认捌，除了接受台语，也了解属于咱台湾人的在地文化。记者查询林旭凯新北报道。阿里山的画家林国治过身10周年，嘉义新港的林国治美术馆即阵就展56件作品，希望透过展览，让民众了解林国治的艺术精神。介所在2行的木马房，如今只剩6张。向大家来解说作品当中的背景甲精神，让人来认捌林国治艺术创作的风格。嘉义县新港乡的林国治美术馆，为3月28开始，以梦想做主题，展出林国治优的素描、写生、文件各共56件作品。透过这边的画展，哈，大家了解讲，老师的作品，伊的意涵是啥物？对于以后我们要做艺术教育的推动的时阵，有一个足好的一个介绍。为着要让人来了解林国治对生活美学的观察，甲艺术教育的态度。林国治美术馆举办林国治过身10周年的特展，规划4个主题，有对生活甲故乡的记录，嘛有各种无同的艺术风格，希望替伊伫新港继续来传承这个精神。整个展览叫做望乡，这望的意思就是讲咱咧望啥物代志，过来就是讲咱守望那个秀从林国治老师的图来甲秀起来，然后会当来分享给大家。对学生足好诶，而且教学生教观察加创作，而且对教育是一个足正面的一个典范。美术馆表示，透过这个展览，各种无同主题的作品，展现伊对生活甲艺术的观察，唔但会当为这当中了解林国治的一生，嘛互来美术馆看展览的人会当怀念伊对艺术教育的付出。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。地区报你知，再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。北部地区21度到25度，中部地区21度到28度，南部地区22度到33度，东部地区22度到30度。华岛地区20度到28度。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下暗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，我是陈怡珍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